Track Eagle train number 152 around to Boston South Station. The passengers holding tickets north of New York City. Your train will continue to Boston South Station. Due to a manifest error on Amtrak's behalf, tickets may not show up on our device. We are in the process of correcting that as we speak. We will try to come and collect your tickets later during the trip. We do apologize for any inconveniences may cause you. 别告诉我这里出哦，好像确实是这样的，出吧。哎呦我去，别等会儿被卡在里面。哎呦哎呦，这北方果然这个比华盛顿更冷。我看今天最低温一样62度。你看这个旅游景点就不一样，这地铁站搞得特别干净。也可能是旅游淡季没来。哎，太遗憾了。那一出来，明显跟上车的地铁站不一样。你看，都是非常干净，对，对，高楼大厦，而且很干净。没多大，可能就是那个，这比我们学校的这个董事会建筑还要小。就公交专用道。DC 不是也有吗？对啊，我有看。这个太冷了，不是领导。
这比白宫还惨，白宫被英国人烧了，这个是已经只剩残垣断壁了。你跟我说 SOAS 的实验室中，就是这样。为了这个水龙头去读 SOAS， 去吧，去吧。这个怎么咋虽然不太像，但让我想到了这个德国国会。高法也很受到美宅。是。美国大革命，我感觉它这个布局有点像 Holocaust Museum。这个是门吗？这不是乔治3世像，那是当年的富人。1776, just
不是3分钟，是13分钟。不，刚才是3分钟，那一班我不知道为什么没了。这太野了。太近了，这拍不出来了。走吧。原本还幻想费城能吃家牛排店，就吃这个。不也没事，这特色美食。这不有 DC 的家吗？真有趣。啊，要命！不是，这算费城主干道吧？这主干道居然是条单行线，太遗憾了。没有多穿一层秋裤走得太遗憾了。主要因为这儿不是商业，它是属于办公区，就其他的。啊。哎，这个地铁站就跟我们那个不一样，它是 trolley， 不知道有什么区别。trolley。哎，这家餐厅看起来很棒呀，貌似是不是关门了？这种应该叫公寓，看一下，高档的样子 ，luxury apartments， 他自己写着的，这就是。哎，你有没有发觉他这里连 CVS 都写的比较新？这个感觉。所以这家店比较新。对。其实这地方应该也不算是新城区啊，感觉这个印象不符。我感觉当趟应该都还是郊区，现在。
他这办公楼下面的广场都搞这么有年味。也不会。这是办公楼啊。不像。对啊。我操，在这儿走有点让我回想起之前在九龙上。什么？九龙。九龙哪里的？哦，香港九龙。路哪有这么宽？差不多还是占道了。啊。楼又高又细又旧。这楼也不旧，光也很。那几幢明明就不旧，好吗？刚才我路过那几幢就不旧。光。你说这不行，他这个打印店，这叫什么？快递店，快递公司这么早关门？吃饭你看 Dunkin Donuts， 还有什么那边那个越南米粉都这么早关门了，这不行啊！是不是这人下班之后就这些店都关门了？太遗憾了，太遗憾了。今天周六嘛，大家下班没课。太遗憾了。白天。这好像是公寓。这位置很好，就走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火车站，然后那边全都是办公区，这其实很不错。你看这个离谱吧？距离我们刚才走过上一个地铁站还不到这个，可能还不到200米，那居然又有地铁站。那它这几站设置就很那个。wait， 然后怎么就绿灯了？所以这个，它这个是有用的，不是经常有人说这个是安慰的功能。怎么就见了？哎，你看这市中心这么好位置，他弄一个这么大的露天停车场。审美可都一样。你看这边左边这种它这个江边没有步道，哎有哎，你看下面。哦，是这样。这个桥其实挺漂亮的，我感觉。华灯璀璨。
我觉得这个还是最离谱的是，我感觉这火车站站台晚上的采光要比白天要好。又经过 U Pen 了。